为什么？为什么我爱去祭拜着元帅的坟墓？这是为什么啊？为什么？你母，为什么啊？因为什么？文良，你敢知影你的祖籍是啥物所在？这害你唔知啊？咱母仔囝虽然踮金国住16年，也不过你的祖籍却是落安州。元帅伫咧落安州做太守的时阵，爱民如爱子，你的生爸甲为娘拢是伊的子民。但即马虽然是归降金国，也毋过看在恁生爸的份上，你敢无应该去祭拜着大人因翁仔某的坟墓是？对，二母，害你这一摆若是来去到洛安州的时阵，一定会预先去祭拜着元帅的坟墓。安尼才是孝顺的乖囝。实在想袂到，倒无将军这么能干，连败甲几数名大将。那呢，我看宋氏江山随手可得。恭喜龙子，贺喜龙子，这是龙子注定有九王之孙啦。我见父王千岁。以你平心。谢父王。父王。我呀，二心听爹伫咧讲，父王你要派陆殿下去镇守洛安城是？唔知陆殿下什么时阵伫要起程？哦，现在在城外伫咧训练骑兵，若是倒转来，可能3、5天内一定会起程。唔知影，林啊，你有啥物代志要找王主席？爹。啊？我爹伫咧想，想讲要要求龙主叫陆殿下慢半个月才去。为啥样？因为人想要甲陆殿下做伙来去洛安州啊。哎呀，赵英啊，要你若要甲陆殿下做阵去，啊，着做阵去嘛，哪着搁拖陆殿下，搁延前半个月。爹，你是足糊涂的呢，无办半个月是要哪办代志？啊？办代志？无得啦，无得是咧办什么代志啊？爹。啊？千岁。那，你有什么代志？你赶紧讲，国王替你做主就是。是真是嘞？你讲啊。父王，心里是讲，陆殿下出去洛安州，一定都要几多年才会转来。父王，你应该先替陆殿下办完终身大事，才互伊去啊。哎，赵英啊你啊，你若要办终身大事，你平早要讲做入去洛安州咧。爹。文良文武相传，热闹貌美如花，年龄也相当，应该用你甲分配啊。原来是龙主，小李就高攀咯。无咯，一个是我儿子，一个是我儿女，这叫做三生的好姻缘。丽娜，这个放心，我马上出旨，
明玉本娘慢半个月才出发，后个月15，互恁完婚拜堂，一切代志，国王替你做主。多谢父王。才想这款代志，公主的旨意以下，这是千真万确的实事。这要哪会用呢？下袂起是陆大人的元首人，文良要哪会用去带伊的查某囝为妻咧？搁再讲，文良的婚事早就已经约定啊。啊，大娘，你是讲？英弟，伫我的心目中，早就将你当作是我的媳妇啊。殿下是一个顶天立地、好杰的英雄，我哪配会起？我看下袂起迄个查某囝，才是配文良袂起。也毋过为着大局，咱就要忍耐。忍耐，什么代志我都会用去忍，这件代志我绝对袂用去忍。如果若是互文良真是娶哈丽娜为妻，将来我去地下是要安怎样啊见老爷甲夫人呢？这件代志我绝对爱阻止，我即马就来见王子。袂用的，你千万袂用要去的啊！你毋是一直在咧盼望着文良有一天会当杀死着哈美姬，为着元帅翁某报仇。不过，你若是去惹公主生气，得罪着哈美姬，莫讲是要报仇。恐惊连性命都保袂着。哈莲娜是一个美貌的姑娘，什么人会无爱？假使你若是坚持这桩的婚姻，恐惊会使人嫌弃。为着大局，咱来忍耐。16年就忍过，莫为着这桩的婚事来影响大局。好文良即马无得咧，伊出声去。如果伊若是倒转来，也一定会记住这件婚事。文良，只好我来扛。相信文良一定会听我的话。英弟，安尼敢毋是太委屈你？过年得要圆啊！今仔日是12，搁再3天就是15，是文良甲哈丽娜的婚期。我答应陆大娘，要劝文良就要答应婚事。天哪！我是要安怎甲伊劝？文良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咱会这么啊无缘？林姐，林姐，
你是安怎？无啊，电啊，你已经知影龙主甲你主婚的文书啊是？是。我倒转来的时阵，我就听到这个代志。二母叫我来问你，你是毋是足伤心的？电啊，你听我讲，龙主主婚的文书是袂用的为止。哼，哈莲娜实在太卑鄙，伊利用我出城伫咧婚礼期间，无伫咧城中的时阵，叫我父王主婚，我反对。违背旨意，做是非亲啊！我唔惊，我根本无爱哈莲娜，阮二母对伊应该无甲好感，我的父王嘛无迄个理由，叫我一定爱娶伊。二母无介意哈莲啊，这是另外抑个有原因。是什么原因？今后你就会明白，现在我要讲只有是一句话，你就爱忍耐。忍耐，要安怎忍耐一世人？英姐姐，你答应我，你答应要嫁我，我就是要来见父王，婚期绝对无改变。但愿我的某囝会当将伊哈莲娜变做你左英。英姐姐，你答应我，只要你甲我舔一个头，我就是要去甲我父王讲。你答应我。我袂安尼答应你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莲娜是龙无耳啊！什么金枝玉叶，什么殿下公主，我全部无遗憾。殿下，呀你若为婚啊，必何罪？二母的苦心是会变成花，为了大事你渐忍耐，以免会两苦心煎那地。英姐会有的，真难解，为爱何罪啊？伊也应该。有何大事爱忍耐，讲明明我非义财。若是记的味道，不可言。我讲你着爱存志，只有阮那里。退衫做事我唔信，看见可记我骗何人？
这青梅的爹妈。从来就捌爱过你，你应该爱对我死心，紧去找伊，哈嘞啦，林姐姐。 林龙子，老夫的帐下有4位乃少年的勇将，老夫杨显、严成峰、何万庆，每一个人手拿一对铜球，乃骁勇无比，做将军这双兵在当天之下。 也罢呢，我国要什么人，连战胜不带退。老主，有一个人就是玉殿下。温良，是玉殿下，那是我国一员的勇将，不但是处罚惊奇啊，而且天生神力，若是要破高飞，不带提前，除非要殿下不可。好。 这个出战，令温良出战。林郎主，明天就玉殿下甲小弟分歧，是不是等阮两个人成拜天地了后，才分出兵？这个哪样？文书。好，郎主。刚讲你的查某囝，嫁翁一比，搁交代事还要紧事。是。这个团外之。 令阖下将军大批温良镇守玉安州，令温良挂帅，左阳为先锋，带领10万大军进攻神州，大战不再退。遵旨。你讲叫阮去杀敌，唔通开伤一个人，这什么意思？